高雄茂林的情人国温泉园区是开卖1亿4千万来打造，伫咧2022年底开始试营运，不过隔当年6月就因为欠水，规个放咧远。虽然今年这园区是搁再来开放，不过干那部分设施会当使用，互民代批评是咧浪费钱。因那官兵会是回应讲，会搁甲区公所来研究变怎管理，做回来拼员工。 民众伫温泉池浸卡看起来真欢喜。高雄茂林情人国温泉园区开大约1.4亿经费，2022年10月试营运，但隔年6月营运商退出，园区就空落来。虽然今年过年期间重新开放，但当有户外清水池甲浸卡池会使用，引来民代骂声。 不是有的钱等于当好丁安的欧北部吼，嘛是希望讲你们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地方看要怎么样做一个更完善的计划，去把它补平前面所不足的地方吼。民代指浪费公家的钱，因为园区开幕了，就陆续发现温泉管线伤势比业界标准低，供水不足甲水质落顶问题。上重要的温泉水源。 水井离活动场站大约85公尺，后续阁因为抽袂到水，造成爱甲部落民生用水抢水。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刚好是断层，那断层呢，那你又设在那个地方又抽不到水，那现在是抽不到水之后呢，是用了一些当地的民生用水，出水量每个小时是29.268公吨哦，所以事实上是有挖到全员，因为那个水温稍微偏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格外的用加热的方式来让这个温泉可以达到39到42度。 原民会澄清有污着温泉，但就惊园区变做网仔馆。民代要求市府找第三方专业单位评估。对此，原民会回应，会甲区公所讨论安怎在地管理，希望结合当地万山、多纳、甲附近的6股新开等区域共同发展，增加观光的竞争力。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